嚟到2026年第4條呢一度咧，咁對於呢一類數我就會先睇咗答案先㗎。咁對 Option A 嚟講咧，佢就確實真係4個式 fix，咁所以我哋唔使理住。對 Option B 嚟講咧，佢話4個式 fix，咁但係其實呢一度咧就有6個式 fix 㗎，咁所以 Option B 咧就必定係錯㗎啦。Option C 咧4個 decimal place 冇問題啦，但係對於 Option D 嚟講咧，佢話係4個 decimal place，但係其實呢度咧就有5個啊，咁所以 D 咧都必定係錯㗎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就睇翻題目呢一度，而家佢就俾咗以下呢個數字。對於 Option A 嚟講，佢就話攞咗4個式 fix，咁第4個咧就會係呢一個0啦。咁4咧就令到佢不需要進位啊，咁所以 Option A 嚟講係正確。咁 Option C 嚟講咧，佢就話攞咗4個 decimal place 啊嘛，第4個 decimal place 咧係以下呢個位置，但係隔離呢個7咧就令到佢要進位啊。咁所以對 Option C 嚟講咧，其實呢一粒數字咧，正確嚟講應該要係7先啱嘅。如果佢真係攞4個 decimal place 嘅話，咁所以 Option C 就係錯，最終呢一條答案咧就會係 A 啊。